2萬蚊起拎包入住咁樣嘅現樓現正屋苑，2到4房都有，而且仲要送個2地牌俾到你。樓下嘅街鋪全部開晒業啦，全屋精裝修好，送埋家私電器。一出屋苑門口就有翻港澳直通巴士站啦，可以直達翻香港嘅東涌、荃灣、太子同埋澳門嘅新葡京嘅。我哋即刻上去睇下。上到嚟實體樓帶大家睇下，首期2萬蚊可以拎包入住嘅單位啦吓，南北對流嘅做翻吓。99方精裝4房嘅單位，門口入戶花園同埋呢一間書房都係全陣送俾到你，有埋採光落地窗噶吓，而且全屋係全部精裝修好俾到你，送埋家私電器俾到你，直接拉個行李箱直接拎包入住噶啦吓，3間房每間房好似正嘅。飄窗位都全部駁晒噶啦，而且生活配套齊全，5分鐘就可以到翻華發商都啦，同埋山姆超市呢啲大型嘅商場，配套齊全，15分鐘到就可以到翻關口噶啦。頭先屋苑直通巴士門口度一站式直達翻香港嘅東涌、荃灣、太子同埋澳門嘅新葡京嘅，方便快捷，2萬蚊直接拎包入住。有興趣港澳街坊朋友快啲 call 我睇樓啦！